有马温泉的瑞宝寺公园终于到了啊！我心心念念一直想来的景点，虽然它是旅行社会安排的团客景点，但是很有名。但是我来住有马温泉2次，都遇不到时机啊！这算是秋天第一次来，因为住有马温泉不是秋天，要走一个斜坡山门。瑞宝寺，现在红叶渐行，很棒。跟着圣君老师走遍秘境绝景。